響無線處境喜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邊，飾演電影編劇 Bonnie 嘅林海欣，不單只憑呢個角色成功入屋，而樣靚身材正嘅佢，近年更加備受大台力捧。佢亦都不時喺社交平台嗰度大派福利，好似早前佢就罕有咁樣帶晒自己嘅比堅尼照，盡 show 佢嘅白滑長腿，令個網民眼前一亮啊！而近日海欣又再分享佢嘅旅行靚相，身穿白色單肩希臘風格長裙，並且配上金色首飾嘅佢，響古蹟前化身仙氣女神。連相入邊嘅美景都唔及佢身材吸睛啊！佢嘅古希臘女神形象同劇中 T 恤牛仔褲男仔頭造型嘅佢反差極大添。而喺長裙腰部設計入邊，海欣更加露出纖腰，隱約見到佢結實嘅腹肌，健美線條配搭文青氣質，令網民大叫驚喜，並且紛紛留言咁讚佢雅典娜女神啊，居然有腹肌咁 fit。而海欣自己亦都有留言話，每一個努力生活嘅我哋都值得被讚美。其實海欣為咗保持健美體態，都真係好勤力咁樣健身操 fit 噶，所以喺拍攝《愛回家》入邊，即使喺池邊度晒水着，佢都能夠充滿青春活力，難怪 Bonnie 角色咁有觀眾緣啊！